發燒特別係半夜發生，如果屋企冇藥，咁我哋可以點做呢？發燒嘅時候，我哋會好口渴啦。除咗飲多啲水、暖水抹身、敷冰袋，我哋仲可以睇睇屋企嘅廚房有啲咩食材可以幫我哋自然降溫。第一個要推薦嘅食材就係豆腐。豆腐含有豐富嘅石膏，石膏可以清熱解毒，特別係針對因為發燒而引起嘅口渴啦，同埋便秘。中藥嘅名方白虎湯入邊含有大量嘅石膏，臨床上邊我哋都係會用白虎湯嚟降溫嘅。第二個要推薦嘅食材就係馬蹄。馬蹄係屬於一種根部蔬菜，性質偏涼，可以生津止渴、潤肺、潤腸，特別係對黃痰特別有效嘅。第三種要推薦嘅食材就係青瓜。青瓜含有豐富嘅膳食纖維，同埋90%都係水。維他命、礦物質可以增強我哋嘅免疫系統啦。青瓜可以生食或者係榨汁，青瓜汁加少少鹽，可以有效降溫同埋平衡我哋嘅電解質。豆腐、馬蹄、青瓜非常普通嘅食材，幾乎每個廚房都有。喺我哋需要嘅時候，佢哋可以發揮好大嘅作用。希望以上嘅資料啱你用，下次我哋再分享多啲小知識。